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26。以弗所书1章50安尼讲：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，互咱做伊的囝儿归依，这是伊所欢喜的，是伊的旨意。三甲来祈祷，通过耶稣，互阮做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创世以前，就通过基督来拣选阮，互阮通伫你的面前，成做圣洁无通嫌的人的上帝。主啊！你也是赏赐阮天长逐项属灵的福气的天父。主啊！感谢你无比的疼，将这个恩典长长足足来赏赐阮，因为你照你所欢喜的，通过基督来成就你奥秘甲旨意。主啊！透过基督来降世，互救恩真实来显明，总是通过伊为阮来死，互阮受赎回，罪得赦免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因为你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，互阮做你的囝儿来归你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伫创世以前就拣选咱，也借耶稣基督，互咱归伊做囝。这个恩极大，咱着感谢乌罗无煞。耶稣听你。祝你平安。